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一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
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怜悯人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遍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仍陷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为主夺得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已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是伟大的上帝，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向耶和华欢呼歌唱。
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怜悯人，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人间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主多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人，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对主宰的灵魂吧，都在等待世人回家，以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怜悯人，却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人在神眼里都是那么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宣传是神托付的使命，只是时间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人间在罪里，别再等待，尽心尽力。主多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人，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对主宰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应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为主多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人，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对主宰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你伸开慈父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哈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求主你使我们有怜悯的心，可以去爱人，如同主你爱我们一样。我们要为主夺得一个灵魂，让福音遍传全地。我们献上我们所有，跟随主，在每一天都要尊主为大。主你是大君王，你配得所有的赞美。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向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我
主，我们知道你是至高至君的神。主啊，我们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求主你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向着你这标杆一直向前的奔跑。我们可以依靠着主你的力量，让我们得以在主你的道路上奔跑前行。主啊，我们将我们的一切都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边献上满满的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我们现在来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本周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遍。他们都说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使徒行传2章4节，来再一次。他们都说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语言来。使徒行传2章4节。好，我们本主日，我们为客家宣教中心奉献主日，我们感谢刘永琪牧师前来证道，然后请安跟报告，敬请兄姐关心代祷跟奉献。我们的宗教改革简史
在2月17号礼拜一晚上8点将有一个线上的课程，欢迎各位参加。3月2号，我们将举行第2次的圣礼典。想要受洗像成人洗、坚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的，请在本主日前，就本主日这礼拜结束的时候，可以赶快向区长或是小组长来报名。教会大楼年度大扫除将在3月1号到3月30号开始。那我们教会的各个区域都有各组的一个分布的各组的主要的清扫区域。那这个分配表呢，在教会49号教会公布栏以及我们的周报的第3页，请大家可以去注意。在2月26号礼拜三，我们的圣诞山祷告会在8点举办。那我们的专题呢是台湾之爱228世代的民主追寻。我们讲员是刘慧君姐妹，我们请各位一起来参加。我们在协会有20周年的感恩发表会，将在2月20号礼拜四前9点30到11点，在新堂这边举行，请各位兄弟姐妹踊跃参加。详见在周报的第9页。协会的常年会费，请在4月30号前向肃清长老或者是李梅干事缴交。那本年度常年会费是200，那互会费是500，那只有新加入的才需要交。60周年全教会退休会将在5月17号到18号礼拜六、礼拜日在古坑举行。那我们的报名，请大家上我们 LINE 的官方的那个账号去做这个报名。那我们将在3月16号以前报名截止，或者是额满为止。那在这边也请大家踊跃的报名。那我们毕竟我们的退休会全教会性质的，1年就这么一次，请大家踊跃的参加。2025上半年造就课程有 A1 的基要真理跟 A2 的长大成熟，在3月8号礼拜六起就开始上课，详细的情况在周报的第9页。深度助学金现在开始接受申请，请填妥申请书并减负成绩单影本，是113学年度第1学期的，交到干事室，它里面有一个盒子，专门是放深度助学金的收件盒，那个盒子填写完你们那个申请表之后，直接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就可以了。那么在3月23号之前，我们就截止收件。那你们申请书不知道在哪里的话，跟干事室的同仁们去询问，他们都会给你详细的解答，顺便会直接拿给你这样子。好，我们嘉南暑期短宣队征求同工。嘉南暑期的短宣队呢，是在7月21号到7月27日。那地点呢，在高雄的小港区，汉民基督长老教会这边。那详细请洽林婕妤执事。我们在3月30号前报名截止。那欢迎各位去踊跃的参与这项活动。妇女世界公祷日在3月7号礼拜五晚上9点30在本会举办。请各位兄姐能够踊跃的参加。那想要参加的，到那个49号1楼，它那个布告栏，它有一个报名表，请大家去那边登记，我们要做人数上的一个统计，这样。那王春梅姐妹于2月8号礼拜六蒙主恩召，享寿77岁。我们在2月22号礼拜六下午1点进行告别礼拜，在2楼的礼拜堂。那在2月20号礼拜四8点是家庭的安慰礼拜，是在7楼的礼拜堂。那求主来安慰，那也请各位兄姐来关心。来，我们作为我们的来宾介绍，我们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亲朋友？那我这边有一个叫钱映如姐妹的，在哪里？
好，在这边我们欢迎，好，欢迎那个经常在我们教会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这边，好，请坐。然后我们特别的，我这边特别介绍一下那个蒋义珍姐妹，她也很久没来，然后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她是陈模执事的姐姐，我们这边欢迎。好，请坐。那还有没有没介绍到的吗？那牧师也来补充介绍，今天有看到那个阿胜兄的太太秀芝姐，好，还有秀芝姐的曾孙女啊，又一起来，我们拍手来欢迎。那刚才有介绍一珍啊，一珍是在2012年好从迦南教会差派去到嘉光教会啊，好已经13年了，已经13年，好，所以感谢主啊，好在这段期间好的这个服事。那今天也要特别来介绍这个刘永琪牧师啊，好，那刘永琪牧师跟一珍啊也有一点姻亲的关系啊，好，刘牧师好是现在在普新教会的牧师。好，那他今天代表客家宣教中会，好，也是刘牧师也是现在我们总会的客宣委员会的主委，好，来跟我们请安报告。好，那刘牧师的岳母，好是赖德钦牧师啊，都讲着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啊，岳母是赖德钦牧师，好，是我们客家总会客宣的干事，干事，好，推动全国的客家事工啊，好，所以我们先拍手来欢迎刘永琪刘牧师。好，那刘牧师呢也有带来一个纪念品啊，礼物要送给教会。这是我们中会做的那个一个客家布，然后可以在圣餐的时候客家圣餐都放在给大家看，就送给迦南教会。我们在座我们在座的是客家人的，请举手。好，两位、3位、4位，好，上一场比较多啊。好，客家话的谢谢怎么说？啊，安之塞，好，安之塞，大家说一次，安之塞，好，我们要学习好讲客家话。好，客家人在台湾也是很多，特别在桃竹苗的地区啊。好，那在客家传福音很不容易。好，那我们今天能够一起为客家宣教中会好来关心、来带导，能够更多了解。好，那牧师在这边做几样的补充报告。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妇女世界公祷日，3月7号在我们教会来举行啊。好，那每一年的妇女节的前一周，好都会来举行这个妇女公祷日。好，那这一次呢，好是在迦南教会。好，那过去每一年好大概都会有200多位的中会的弟兄姐妹会一起来参加。好，那所以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好能够一起借着妇女的祷告，好妇女的这个力量，好一起来关心。好，特别今年要关心的是库克群岛，好为库克群岛来关心和带导。好，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好，那可以参加弟兄姐妹也请在49号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另外就是我们在60周年的环岛之旅啊，好，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好，那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1台游览车的人报名，好，那我们总共有3个梯次，4月个梯次、6月个梯次、9月个梯次啊，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想要参加4月份第1梯次的，好4天3夜，我们是跟雄狮旅行社来合办，好，那同时我们是搭火车到台南，再从台南坐游览车坐到花莲，就再从花莲坐火车回到桃园啊，好完成这个环台之旅，好，那同时也是一个教会之旅，好，那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报名。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60周年的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呢，好，第1梯次昨天已经举行说明会，好，那第1梯次昨天的说明会也知道说，好，第1梯次我们本来是12天，后来因为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好延长1天啊，变13天，好，然后加日期没有加费用，好，然后在泰国曼谷会多待
一天的时间呢。好，所以这个旅行社耶路撒冷旅行社好，仍然欢迎我们迦南教会的兄姐好能够来参加第一梯次。如果第一梯次时间不允许，也可以报名第二梯次或是第三梯次啊。好，那特别是在这个乌俄战争，好，如果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知道川普好极力的好要赶快要来停止这个乌俄战争。好，那乌俄战争造成的除了世界的影响，好，也让欧元好不断的贬值啊，好，所以欧元从45一直到现在的34啊，好，非常接近美金。好，那在这个对去欧洲旅行来讲啊，这个欧元贬值是一个比较比较一个划算。好，那当乌俄战争停止，欧元会再慢慢的再涨回来。好，那这个去欧洲旅行就要花费更贵、好更高的价钱啊。现在去欧洲其实都蛮不便宜。好，但是我们在今年跟旅行社的这个合作当中，3个梯次呢，好，费用都已经谈好，好，所以如果我们对宗教改革之旅呢有兴趣的，好，可以来报名参加。好，如果对宗教改革之旅到底要看什么，不晓得要看什么或要了解什么，也欢迎参加。好，明天晚上好有宗教改革的线上课程，好是第3次的课程。好，那我们也一起来一起来。为迦南60来努力啊！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为迦南60一起来走宣教路。我们一起为迦南60好来走什么路？宣教路啊！好，那过去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欧洲，从欧洲好来到了台湾。好，今天我们能够从台湾好能够走出去，好相信能够更能就看见上帝的作为。好，那把时间来交给嘉硕。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圣经创世纪11章1到9节。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种语言，使用一种话。他们在东方一带流浪的时候，来到巴比伦平原，在那里定居。他们彼此商量，来吧，我们来做砖头，把砖头烧硬。于是他们用砖头来建造，又用柏油砌砖。他们说，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塔，高入云霄，好来显扬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于是上主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他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来吧，我们下去搅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于是上主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他们就停止造城的工程。因此这座城叫做巴别，因为上主在那地方搅乱了人类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好，我们一起请刘永琪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要讲的题目是分散到世界，分散到世界。陈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好，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再一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何等荣幸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也谢谢你，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之前我和几位同工在聊天的时候，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说有一个宗会，有一间教会，开拓的教会正面临关门的危机。这让我想起过往的经验，比较常听到的都是其他的教派有开拓教会、教会增长的消息，似乎我们长老教会这一类的消息就少了很多。难怪近期有许多长老教会纷纷跑去学习各种教会增长的技巧。
我自己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也非常热衷于此。我出生在一个灵恩派的家庭，也因此从小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教派，参加过许多新兴教会的聚会，灵粮堂啊、行道会啊都去过。我弟弟啊也曾经在新生命小组教会聚会过一阵子，我们家的客厅也开放变成他们小组聚会的场地。因此对于什么敬拜赞美啊，对于小组教会等等形态都非常热衷，也曾经认为这是让教会增长的最好方法。神学院实习的时候，我去到一间小组化的长老教会，那间教会的牧师跟我分享，他之所以会选择小组化，是因为长老教会的体制运作很难让我们突破200人。代议制度在超过200人的教会当中运行，往往变成人多口杂，事工变得难以运作、缓慢、难以执行。似乎小组教会才是突破200人的关键。但小组教会本身也会遇到2000人的障碍。我曾经到一间4000多人的教会接受培训，他们的牧师分享，在台湾无论哪一间大型教会都很难突破2000人的关卡，因为当抵达2000人的时候，教会的人数就抵达进出平衡。因此他不断的思考如何让信徒愿意持续留在教会而不再流失。他最后得到了答案：教育。深化信徒的教育是突破2000人的关键。因此他将所有信仰课程都交给牧区以上的人负责，教会真的持续增长，直到5000人又卡关了。这卡关让我陷入了沉思，难道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教会持续的增长吗？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杞人忧天啊，毕竟我们长老教会任何一间教会离1000人都很遥远，怎么还去谈5000人呢？但我认为，如果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再怎么样努力都无法抵达终点。至于答案，在我重读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找到了。巴别塔，有人说它是古代传奇英雄宁录所建造的。在大洪水过后，人们来到了一片宽阔的草原，在那边定居，开垦、灌溉农田，建立城邦。有一天，这群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来做砖头，把砖头烧给硬。”于是他们用砖头来建造，又用柏油来砌砖。他们又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塔，高入云霄，好来彰显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群人造如此高的塔，到底是为了什么？大洪水过后，上帝早就和人类约定好，不再用洪水灭人类。因此他们盖高塔应该不是害怕大洪水再发生吧。过去有许多的神学家猜想啊，他们一定是再犯下伊甸园当中的罪恶，想要变得跟上帝一样。他们的罪状已经在他们的话语当中表露无遗啊，好来彰显我们自己的名。他们想要盖一座高塔，以为这样可以取代上帝。但真的是这样吗？才刚刚发生过大洪水，挪亚的子孙就这么快把教训给遗忘掉，背离上帝而去吗？芝加哥惠登神学院约翰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他对希伯来圣经和古近东的研究的洞见，大大改变了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看法。首先，熟悉古近东文化的约翰教授发现，巴别塔其实是一座庙塔，并且从庙塔这个字的字根去比对当时候其他民族的文字后，发现
它的意思是在凸起上建筑。因此，这一座塔并不是像埃及金字塔那样顶部是尖尖的，而是在上面设置有平台活动，上面会有祭祀的活动。如果巴别塔是这样的一座庙塔，那它的功能就不会是集合住宅，也不会是办公的高楼大厦，更不可能是引人升天与上帝争锋的神坛。这一座庙塔的功能恰好是反过来，是为了迎神下凡用的，是神灵下凡的脚踏凳，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因此，这一座巴别塔坐落在肥沃的巴比伦平原，在有灌溉的农业大城，五谷丰登，社稷昌盛，人民生活富足。在当时候，如果要让神明有面子，要表现出一座城的守护神法力无边，莫过于建造一座通天高塔以及香火兴旺的祭祀活动。这座高塔使他们的敬虔态度能够被其他的民族给看见，使他们的成功与丰富能够被纪念。他们成功了，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要更丰盛，他们还要献上最好的来交换更多的祝福，甚至是永生的祝福。因此，巴别塔其实是一座斥资上亿元建造的华丽的礼拜堂，或者是大型广场举办的复兴特会，它就是令人羡慕上万人聚会的 Mega Church。因此，巴别塔所犯下的问题，不只是好来彰显自己的名，更是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不愿回应上帝在创世纪最初的呼召，遍满全世界。最后，这一座迎神下凡的高塔确实也吸引了上帝下来。圣经描写，于是上主下来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不过，结局并不如他们所预期的，因为上帝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只是一开始，以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来吧，我们下去搅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上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他们统一，他们聚集，他们不分散。一开始可能看不出问题在哪里，但时间久了，人类统一的力量将过于强大，将会败坏，为所欲为。所以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停止了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1968年，美国一个名叫约翰·卡尔洪的动物行为家，用老鼠做了一个实验。他租下了一个仓库，在里面建造了一个巨型的盒子，并且把这个盒子分成了16个扇形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都配有自动饮水机、自动食物供应机和老鼠窝。他们还装上了空调，温度调节到老鼠最适宜的温度，并且严格看守，防止天敌进入。总之，他们为老鼠提供了能够想得到的最好的环境。实验开始，他们放入4只公、4只母的老鼠进去这个巨型的盒子当中，老鼠们过上如天堂般的生活。他们认为，按照老鼠强大的繁殖能力，这个盒子很快就会抵达了极限。实验进行了10个月后，老鼠的数量抵达了620只。开始发现，繁殖的速度变缓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行为，比如说，母老鼠会在小老鼠断奶之前就将它抛弃。实验到了600天，这时候老鼠的数量达到了巅峰，总共有2200只，
比他们预期的4000只还要来得少，并且发现异常的行为增加，母老鼠攻击的行为增加，而且不具领导地位的公老鼠开始厌世消极，躲在角落，而且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开始有老鼠得到了不孕症。从第600天开始，老鼠数量就几乎没有增加过了。实验持续到了1500天，老鼠的性别界限开始模糊，它们在发情期的时候会对着任何一只老鼠求偶，甚至求偶失败就会攻击对方。在没有过多久，随着最后一只公老鼠的死亡，整个实验彻底结束，这个老鼠天堂彻底灭亡。这虽然是用老鼠做的实验，但给研究者们很大的警惕，特别是生物族群密度所造成压力的警惕。虽然实验设计老鼠的上限是4000只，但由于密度集中的空间，导致生物本能性的压抑了数量的上升，最终导致灭亡。因此，要降低生物，因此，如果要让生物健康的成长，所需要的并非提供非常优渥的环境，或者是鼓励生育，而是要降低族群的密度。这与创世纪所揭示的真理是吻合的。创世纪第1章，上帝对人类说：“要生养众多，使你们的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然而，当今许多教会把焦点错误放在生养众多上面，期盼透过鼓励生育，透过各种教会增长的技巧来回应这个呼召。然而，创世纪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在生养众多，而是在遍满世界。如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人类建造巴别塔所凸显的问题，并不是不愿意生育，而是不愿意分散。在紧接着巴别塔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故事？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不是他们不想生孩子，而是想生也生不出来。他们是在回应上帝分散的呼召之后，才得到应许的孩子以撒。这样看来，生养众多是要建立在遍满世界的基础上。因此，变乱语言并非诅咒，而是祝福。就如同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一样，上帝让每一个人说出各地的方言，目的是要让使徒将福音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客家宣教众会也努力的在回应这个分散的呼召。从1980年开始，有一群牧者关心客家的宣教事工，在他们不断的努力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设置了客家宣教委员会，以此来推行全台湾的客家宣教工作。然而，我们长老教会的制度体制的精神是以宗会为中心，也应该要用宗会来成为宣教的主体。因此，在许多牧者的呼吁和努力下，进行筹备、举办研讨会、说明会等等。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有13间教会回应呼召，愿意从新竹宗会分出客家宗会来。然而，碍于没有达到15间教会的门槛，先成立了客家区会。要分散真的不容易，毕竟宗会越大，资源越多，人也越多，力量也越大。如果又团结，就真的如创世纪11章6节所说，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回应离开本族本家的呼召就是如此的困难，因此愿意要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为宣教的使命，若不是圣灵的感动，可以说根本不可能。越多人一起敬拜上帝的气氛越好，
越多人一起办的活动越浩大，看起来越成功，越容易让人记住我们的名。但当时候的客家区会却愿意走一条逆行的道路，恰好回应了上帝在创世纪最初的呼召，并且开始见证遍满世界所带来的生养众多。2002年5月，刘凤元牧师开拓了嘉恩教会，并且在2004年的5月升格堂会。紧接着2004年的9月，彭荣光牧师开拓了6家教会，并且于2006年的9月升格堂会。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达到这个门槛，客家区会升格为客家宣教宗会。这种分散不是结束，而是生养众多的开始。2007年的9月，由张世昌牧师开拓了3期教会，并且在2010年的9月升格堂会。2009年的9月，由陈进上牧师开拓了关东桥教会，并且在2014年的1月升格堂会。再来就是2013年的10月，由徐亚顺牧师开拓了得胜教会，也在2021年的11月升格堂会。另外还有爱加贝明光福音中心是由林信道牧师独立开拓，寻找宗会接手，因此被我们客家宣教宗会接纳。最后则是由2013年9月开拓平安镇教会，虽然目前还是支会，但前年成功的选出长老跟执事的门槛，选出了第1届的长职。以上这一些都算是由我们宗会独立开拓的教会，因着回应分散的呼召，我们客家宣教宗会成为长老教会内少数持续成长、持续开拓教会的宗会。因为生养众多，要建立在遍满世界的基础上，我们平均3年1间教会。前年黄伟仁牧师就任了6家教会的宣教牧师，去年开拓了琼林教会。这也是我们宗会内第1次由母会为主体去开拓教会，成为母会开拓的先锋。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如果这种模式成功了，将会刺激我们宗会内其他的大型的教会愿意追寻这种6家教会开拓的模式，持续开拓教会，来回应遍满世界生养众多的呼召。很高兴今天我代表客家宣教宗会来跟各位分享这些信息，期盼我们同为耶稣基督的肢体，可以一起透过各种方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无论是透过祷告、奉献，或者是对亲朋好友传福音，甚至是实际参与开拓教会的行动，要记得上帝曾对我们说，要生养众多，使你们的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虽然每一个概念都很重要，但不要弄错优先顺序，别犯下巴别塔不愿意分散的错误，而是要如同亚伯拉罕，先回应分散的呼召，才能领受生养众多的祝福。如同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领受方言的恩赐一样，是要我们走出教会，将福音传到地极。愿圣灵的风吹，如同火焰般的舌头降临在教会每一位信徒身上，赐给我们口才，赐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也赐给我们信心与勇气，并且让我们能够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用刚刚我们唱过的那一首《在为主多得一个灵魂》。愿上帝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真的看见每一个灵魂的需要，愿意将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上帝也爱他们，上帝期盼拥抱他们。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
起。怜悯人学像耶稣，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传传是神托付的使命，这是世界越来越近，心疼百姓的现在嘴里，也在等待继续经历。为主夺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赐福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好不好？我们先站起来，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怜悯人学像耶稣那颗怜悯的心，爱人像神那样爱你。任何一个灵魂在神眼里都是那么的宝贵，不愿意舍弃。福音传传是神托付的使命，这是世界越来越近，心疼百姓人现在嘴里，也在等待继续经历。为主夺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赐福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为主夺的灵魂好吗？怜悯的心将你融化，想到困苦世上的羊，需要你为他包裹疗伤。为主再多的灵魂吧，他在等待世人回家。你伸开赐福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你伸开赐福般的手，想要抱着他们，像抱你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感动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与能力，来回应你的呼召。因为我们看见你是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你爱着我们天下每一个人的，你愿意拯救每一个灵魂，你不愿每一个灵魂失丧。主啊，差派我们出去来回应这个呼召，但也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能力。主啊，祝福我们，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大能、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拍手。超乎万神之上，地名留存荣
归给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请大家互相请安，并且协助将椅子回复。谢谢。